大家好，我哋係威收 Funny。如果你問啲唔飲開威士忌嘅人識得有咩威士忌品牌，相信10個人有9個都會答你麥卡倫。但係你知唔知道呢一支被譽為威士忌界勞斯萊斯嘅麥卡倫，一支可以喺拍賣會度賣到2000萬港元嘅威士忌？你以為佢嘅創辦人係咩皇親國戚或者係億萬富豪大集團？咁就大錯特錯。1824年創造麥卡倫嘅 Alexander Reid 只係一個一路種大麥一路教書嘅鄉村阿 Sir。佢當年喺蘇格蘭 Speyside 做咗個小農場，練出咗風靡全世界嘅液體黃金。到底呢一個農夫阿 Sir 係點樣開啟呢一個200年威士忌大國？今集帶你穿越時空，回到過去，揭開麥卡倫創辦人 Alexander Reid 嘅瘋狂故事。麥卡倫創辦人 Alexander 既係一位鄉村學校嘅教師，又係一位租地嘅農夫。佢唔係釀酒大師出身。19世紀嘅蘇格蘭農夫秋收後會有大量剩餘嘅大麥，為咗唔浪費糧食，大家會喺寒冷嘅冬天嘅農閒時期試用威士忌。Alexander 結果把呢一個副業做成了世界頂級奢華嘅品牌。碰啱1823年，英國政府通過 Excise Act，只要俾10英鎊嘅執照費就可以合法去蒸餾。Alexander 於1824年率先申請並順利取得 Speyside 區首批官方合法蒸餾執照之一，喺 Easter Edges 莊園租下土地成立麥卡倫酒廠嘅前身。佢以與 May 加上 Allen 結合之後，就係後來享譽全球嘅 The Macallan 品牌名字。麥卡倫嘅成功之道，答案就係4個字：不惜工本。第一，堅持用超矮小銅蒸餾器。當時大多數酒廠為咗追求產量，會把蒸餾器做到好大，但 Alexander 堅持使用全 Speyside 產區尺寸最矮小、形狀獨特、直立式嘅銅製蒸餾器。蒸餾器越小，酒液與銅壁接觸嘅時間就越長，出嚟嘅酒體就會越濃郁稠密，精煉出極度濃郁富含果香嘅新酒。呢一個200年前嘅決定，直接奠定了麥卡倫到今日都無法被模仿嘅重果香滑順豐潤嘅靈魂 DNA。第二，近乎浪費嘅極窄酒心。最二次蒸餾出嘅酒液中，好多酒廠會截取20% 到25% 嘅酒液，但麥卡倫只嚴格保留最精華嘅16% 嘅酒心嚟裝桶。呢一種奢侈嘅淘汰率，雖然成本極高，但只有酒體極度濃郁重果香，先至可以完美承受西班牙重雪梨桶嘅熟成，奠定無可比擬厚實口感。第三，喺麥卡倫對橡木桶嘅瘋狂投資，威士忌80% 嘅風味都嚟自木桶。當其他人去市場買舊桶，但係麥卡倫包下整座森林。麥卡倫喺業界極少數擁有專職木材大師團隊嘅酒廠，佢哋唔單止買桶，係直接去西班牙挑選橡木，控制橡木去製桶，並注入雪量桶進行長達18個月嘅潤桶，最後先要運到蘇格蘭。佢哋耗費巨資掌控橡木桶嘅供應鏈，用一個桶嘅成本比普通橡木桶供出近10倍。最後係堅持零焦糖調色，唔同其他嘅商業威士忌。麥卡倫所有嘅琥珀色澤100%靠橡木桶幾十年自然浸潤出嚟嘅，絕對唔會添加任何一滴焦糖嘅色素。麥卡倫嘅成功當然離唔開佢極其精明嘅商業市場策略。當20世紀足夠全球90% 以上嘅人都喺度飲緊 Brandy Whisky， 而各大酒廠都喺度搏命做緊 Brandy Whisky 時，Single 被視為風味太重、難入口嘅小眾產品。麥卡倫破天荒決定壓住喺 Single 並開創 Sherry Oak 營銷美譽。當原酒唔夠點算？麥卡倫又推出 Double Cask，將傳統濃郁嘅雪梨風味調配得更加柔順，帶有香草嘅甜感，完美接軌全球新手市場，商業化大獲成功。而且從堅持年份到推出冇年份，譬如 Ruby、Select Oak， 繼續引領世界各地一班威士忌嘅追隨者。1970至80年代，麥卡倫好早就聘用頂級嘅廣告公司，在英國報紙雜誌用極具幽默與文青質感嘅文案，將麥卡倫與知識分子、成功人士極致品味綁定，而且久不久推出各種行銷奇招，例如推出1926年、60年等極限量藝術合作款，例如 Peter Bragg、Valerio Adami， 類似喺 Sotheby's
Christie's 創下世界紀錄。麥卡倫成功將酒精飲品升級為可投資嘅資產，一旦有天價新聞搶佔社交媒體，全世界中產與商務客就會覺得有麥卡倫亦都係好有面子。由200年前鄉村小學教師嘅小酒壺，到今天拍賣會上一瓶價值連城嘅270萬美元傳奇，麥卡倫用對品質近乎偏執嘅堅持，打造咗一個專屬威士忌嘅奢華帝國。如果俾你穿越翻去124年，你會唔會想同呢一位教書阿 Sir 去飲佢第一批蒸餾出嚟嘅威士忌呢？你覺得麥卡倫賣咁貴，係因為行銷做得好，定係200年前奠定嘅工藝真係值得呢一個價？喺下邊留言講低你嘅睇法啦。另外，我哋仲有一個關於葡萄酒着數嘅優惠話俾你聽。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嘅世界名酒或者係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，定期收到最抵嘅葡萄酒優惠。快啲掃一掃 QR code，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啦！我哋係威收芬尼，記得分享、訂閱、讚好我哋嘅頻道。下一集帶你睇更多嘅名酒背後嘅瘋狂故事。下一次見，拜拜。